新竹区监理所最近咧办百年特展，真侪时代伫遮看到古早时代敢若有数字、无英文号码的车牌，因也拢讲真怀念。这个是机车的驾照，所以它章是盖在机车。如果货车，它是加盖货车。这张民国62年以前的驾照，会使看到迄时阵，无论汽车还是奥多摆，全部拢用同一款驾照。有的车牌号码完全是数字，佮有的顶悬有新德所还是台湾省的字样，真侪时代看到拢讲真怀念。我们小的时候坐台车，坐那种头跑出来那种客运车，我们小的时候都在坐嘛。让老一代的人会回想老一代的东西，真的有价值。73年以前那我们的都是用阿拉伯数字的前三或四的号码来显示。现场佮展出真侪珍贵的老相片，亲像古早用连列塞的车啊，佮有车库做的客运车厢，对这的老相片内底。袂使看到时代的进步。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我们号牌的一个演进。那还有一个在1楼这一个地方，我们也展示桃竹苗这一边，我们有这个100年的这一个客运的发展的这一个过程。除了展览，新竹监理所把邀请书法老师在现场写毛笔送春联，让民众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